受挑战，你敢不敢？喂，苗大神，接受挑战，你敢不敢？不然咱们别跑了吧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证明给他看。啊！我不想贴，我不敢贴，我贴。你没事吧？哎，差1公里，做替补吧。真的？万万没有想到呀！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一定是我大招放歪了，或者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。小陶老师要上课了，叮叮。化妆打扮是必修课，什么你本来就很美的，通通都是糊弄鬼。所谓的素颜美呢，只不过是男生不认识的一种妆容罢了。总之就是天生不够，外力来凑。人
下下嘛。行动上要适度示弱，巧妙地学会求助，给男生显示绅士风度的机会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呀？我才不要呢！我又不是要去勾引他。这都是历史大浪淘沙得出的真理。好了，又是这个发型啊？还是这个最适合你。好好的休息日，不在寝室待着，跑到陶艺室来做什么？还有这个伤疤，每次看到这个伤疤，我都特别的愧疚。要不是因为那次荡秋千，你醒来，你在干嘛？你才干嘛嘞？你竟然不会敲门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吓到你了。我这不是怕打扰到你吗？你现在没有打扰我了吗？那什么，我周末想去一趟福利院，你可不可以陪我一起呀？不去。你看看你，整天洗把脸就出门，哪有一点女生的样子啊？现在拿出来，应该来不及了吧？学长，拜托，冰冰。说了不去就不去，我还有很多论文要写呢。你真的不去呀？别逼我出大杀器哟！监控室里弄到手的绝密资料，你说苗里后宫团的人会不会很想要啊？就这一次。说话算话。等一下，可以麻烦你明天不要存账吗？汪兰，狐狸呢？不是说好一起去的吗？那个他一早闹肚子，估计去不了了。啊，今天只有这班车到桃园。别管他了吧，你们先走吧，要来不及了。我回头陪他去趟医务室就好了。快去了，快去了。先走。走，先走吧。小唐，忘了他人呢？走了，半个小时之前坐着今天唯一的一班车就走了。你不是说今天早上宿舍6……你使诈！知足吧你！为了看着你啊，我自己都没去成。损人不利己，你图什么你？对汪兰有利就成啊。你知道吗？就为了今天，我定了6个闹钟，现在白起了。你愧疚不愧疚啊？行了，为了表达我的愧疚，请你吃早饭。一顿早饭就要把我打发了？切，爱来不来？那我可不去。来，同学们，看我动作，举5高。年都没回来了，劈。还真是一点样都没变。出来玩玩也不错吧？你有没有印象？哪个男生没有耍过木棍啊？
爽木棍，那是剑术好不好？我的剑术还是你手把手教的呢。你们这胡说什么啊？谁教过你啊？他行了吧？那个没人性、不讲义气，教我的家伙。所以你今天把我带过来，就是要让我看这个是吧？嗯，当然不是。我是带你来看看我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和我的回忆。我带你去资料馆看看照片吧。啊？早些的资料都在这里了，平日里啊都没人整理。你要找的资料都在这个区域里，你们慢慢找。谢谢老师，那我们自己找了。好，我走了。谢谢。过来帮忙一起找呀。哦。这些呀，可都是有文献价值的。你到这里倒是活泼了不少嘛。我刚来启明的时候是个胆小鬼，就是那种打雷下雨都能钻床底的那种。可是后来我认识了他。他不仅照顾我，还教会了我怎么勇敢乐观地生活下去。对我来说，他不仅是朋友，还是我最亲的人。所以呢，你们后来还有联系吗？后来我被人领养，就跟他失去联系了。对了，等会儿如果找到我跟他的照片，给你显摆一下，我小时候可是个小美女。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嘛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